是大人，甲市精细注意是无共的。咱即摆甲当做讲，我市做大人，甲市精细都共款，但是无共款的，共款讲无共款师傅啦，出一对。如镜何以别乎啊？咱这个身躯是啥人发来的？爸母，所以咱这个身躯是爸母的遗体咧、遗体咧。我来讲，这个人都是跟你是大人，看过？所以你听这个是大人遗体，你敢不敬夫吗？你是代表是大人嘞，是大人无代表你啊，所以这个传承一代一个一代啊。所以注意，奉亲是大人，毋是伫讲我互伊食好穿好安尼啦，是最主要你有迄个先敬的心。咱做事情啊，做先敬的心，无论菜脯、豆乳，咱是大人食咧甘心袂？啊，若讲你大讲我食迄个山珍海味啦，啊，迄个面香遐歹看，迄用啦，起食啦，食安怎啦？有种人做是种无样。你莫自大，你干到到好时段，干到听着你的话就饱啊嘴啦，伊敢食会落，食袂落啊。所以毋是伫迄个成经啦，毋是伫物质啦，是你精神的一个迄落啦。所以老母就说：“我不要儿的颜，也不要儿的钱，只要儿的好心田呐。”这个心才是重要。所以心嘛恭敬的时候，你对许多人，许多人更加大声都这样，那什么，你都是死，脸色还非常好看。啊，若无24孝有一个叫老来子，有没有？食甲7、8、10个啊吼，那个囡仔呢？现在囡仔。伊要许多人欢喜，所以甲东东，那个做嘢那个办那个家家酒那个啊，后边要娶个许多人，你才欢喜啊！许多人欢喜，咱做事就欢喜呗。对呀。好，再来第3点，地生行道，显亲之德，师正西显。所以《后经》里面讲过一句话：“心体发乎受之父母，不甘归乡讨之死啊！”今仔我讲的这个肉体是大人予咱的，对不？对，所以咱来珍惜哦。所以这边有很多几个年轻人，我奉劝你们，这个身体要好好，因为你们现在都比较会熬夜，懂不懂？尤其电脑现在要滑来滑去。你们都比较不会照顾身体。其实第一个最小的孝，要把身体照顾好，因为没有身体，连都不用讲了。那这个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，我们要去珍惜它，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孝。你连这个身体都没有办法去着手了，你说你会尽孝道？我跟你讲一句话，你别惨。换到这来，给他你哪里修行？你说你是一贯道弟子，你是白羊的天使，所以你若不老实大人，我讲你唔真正的修行。所以真正的修行，我讲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啦。咱的咱讲啊，行事坐卧、言行举动，无不是道啊。所以，当你伫你的身上要显露出来，你良心根本做人根本你都做袂到。你讲你是你想做，当时我讲咱每个人在大声在注意，在这种都好看。我是这个就抛砖引玉。所以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才能够以显父母，才是真正的叫做孝子中啊。前面诸位先头前好好甲咱自己报告过，今仔咱得到道了后，道伫咱的身上，既然道伫你身上，
你要不要展现它的功能嘛？对吧？你会当代表各位可不可以？可以呀、啊，你得看无？得看无？它是无形的不相，但是对你的心上会当看无。咱来比较拄则讲，你做是大人啊，你做人的兄弟啦，你做人两个阿某啦，佮包括你做人的媳妇，佮叫你做人的事业，我讲是无角色嘛。你无角色，你每一个角色伫你的身上拢产生作用。来注意，这个人有德行无？哦，这是德行。因为道所展现出来就是德，道是德的体，德就是道的用。所以你今日道有无强，但是看你的心，你今日得了，你把你的角色、你的角色或者角色做得好。那个叫做修道，那个叫做立身行道。所以孔老夫子为什么一直赞叹文王的德性？温柔积德，积水，所以我积于己。为什么文王的德性？以后讲过，周朝内底有800多年对对来，是文王的德行。啊，文王心内我德行，孔老夫子在那学了，武气息尽止啊。文王嘛，做人的君，他仁德施展整个天下。伊嘛对做人的神，伊对君的敬重；伊嘛做人老爸，伊慈爱；伊嘛做人囝，伊友好；伊嘛足侪朋友，伊足有心情。伊家己的角色，每一个角色，所以注意，今仔我讲报道者有5个角色对无？请问你有几个角色？徛伫个角色，到底你做好无？这个叫做立身。你若做好立身之后，你行出来才是叫做道。那你才有办法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。父母的德行，刚才讲，我们这个身体是由父母来啊。所以我们讲，一子求道，九贤怎么样？三光。一子成道，九祖九祖齐天超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所做的跟你，所以左挑父，右挑母嘛，上至到九贤，九下九七祖九贤，都跟你今天修道立身行道是有关系。所以你能够显德啊。显什么德？显父母亲的德啊！反正我个人当中啊，我要怎么样来成就圣贤之子？这个道。所以我们老祖师弥勒古他讲过这句话，他说：“堂上有佛二尊，傲恨世如是，不是精彩专程。”也非张残雕刻，其现今现在的其今现在父母就是释迦佛啊。所以诸位，我们常常要去找佛，去朝山啊见佛，对不对？其实佛在哪里？家里这两尊是佛啊。你这两尊，你这两尊哪有敬重？你内底迄尊才讨论。你内底即阵嘛是多，你迄两尊也无重要，你即阵把你显露出来，因为要显露即尊出来，即个头前即两尊一定来决定，你的钱，你的尊是自我的心。好，所以咱老法度人都讲到天地，这是文言讲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。如果能够敬父如天，应六如地。那安尼，你的子孙嘛是共款的安尼做，因为你是做事大人，你是要做好的模样。你会当以后你也是大人，人讲你若老，每一个人都会老啊，对不对？除非有一点，你
的话，因为大邓年哈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大概生老病死是人类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啊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做。所以有办法这样做，所以诸位孝心即佛心啊，孝行即佛性啊，这是老师跟我们谈的。那个孝顺的心，就是咱的佛的心。你做孝顺的这个心甲行出来，你就是佛性啊。所以拄则我讲的，你外我都能做会到，外口甲这两尊佛祖，真先做到，甲你做你做人不如甲敬着够到，你就是成就你家己啊。所以不敬不敬父母，敬神是明白。经济若不好，教育无的。所以从基本去做起啊。所以所有的佛都是从什么？从人伦去做起的。所以今天你如果你若我讲入心听道了后，这是一部，就是我讲显了是大人的这个德行。啊，也是讲是大人，咱的德行去将，互是大人会当沾光。但是到尾啊，咱家己修了好，你的心是真明白，他就会。但是这个之前的前提都要建立在什么？人。所以尧舜之道，孝悌义啊，孝跟悌而已。好，我们再来最后欣赏一段影片。你欣赏影片，我拿出去。